台语文康榜，台语的句法甲词类的比较，讲起来是万地深坑。台文学者刘成贤这10年外面烂伫咧整理做语言比较，最近呢是甲出版社出一本小解台语句法的入门册，用古字的插图甲趣味的例句，希望声更较侪人来感受台语的侪变化，也阁有甲世界的牵连。食饭饱，啉酒醉。不会说成食饱饭，啉醉酒。扫 QR code 就通听到作者甲台语的词句念互你听，也通知影讲原来台语的句法遮尔啊多变。我就是要写好，一般对台语可能会晓讲，但是对台语无啥物概念，对语言学完全毋捌的人。就连台语词类、多音、多义句的特色也有收。华语高一字羊，台语有张、甲鸟、应有丁、甲硬的讲法，走有吹、甲走。这拢是台师大台文系刘成贤教授10多年的观察甲整理。甲所有的例句拢去讨，尽量讨迄个冷知识，互人咧读的时阵，上无一寡点的，当是较清晰淡薄。我们把跟文法相关的东西都用小篮字放在旁边，这都是一种划重点的做法。就算你本来对台语没有涉猎，对语言学也没有涉猎的人，看起来他很友善，就会觉得我好像也可以看懂。你成功结合语言学甲台语，出版社讲，这一定要搭进少年人的生活。应用大约1年的时间，甲刘成贤教授讨论换趣味的例句，也用古字的插图，和台语的句法入门册，时行佮写拍。我挑工摕足侪语言来比较，企图就是希望台语是一个世界的台语、现代的台语，因为是伫咧固定的范围内底、固定的情况内底。伫韩语、德语、加拿大原住民语、到日语等等，斟酌甲台语的句法做比较。刘成贤也讲，伊只希望跳脱过去学台语爱找本字飘声调的方式，会当互更较侪人体会语言就是文化，伊就伫咱的生活无国界。记者阿敏晶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